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蔡老師。喺呢個系列嘅視頻中，我哋將會開始同大家走入絕句嘅世界，一齊感受唐人絕句嘅意境之美。今日我哋先講講絕句嘅審美境界。絕句最重要嘅審美特徵就係以小見大。我哋可以由3個唔同嘅層次嚟理解和分析以小見大。第一係文體層次，此處嘅小，首先係指體裁之小，大係指涵量之大。小係指區區4句，僅有20或28個字，而大即係指空間、時間之大。詩人用極少嘅文字描述咗自己嘅無限情思。簡短嘅4句詩，將眼前嘅景物、內心嘅情感、人民風貌，乃至整個宇宙氣象都融咗入去，咁係好考驗詩人嘅想象力。呢種想象力，我認為主要體現喺對時空嘅書寫。第二係主題層次，唐代絕句嘅主題大致可以歸入山水、邊塞、愛情、閨怨、宮怨、懷怨、送別、詠史8大類，其中愛情同閨怨、宮怨、送別同懷怨嘅時空營造多有交疊之處。所以呢個系列嘅節目唔討論以愛情和送別為主題嘅作品，而係將會選讀6大主題中時空營造最為卓著嘅作品，仲會總結每個主題時空營造嘅獨特之處。第3個係具體作品嘅層次，落實到具體嘅詩篇文本當中。呢個小同大又涉及好多要探究嘅問題，譬如詩人描寫景物，選取嘅係細小嘅物象，定係宏闊嘅景象呢？詩人所選嘅時間素材係一個瞬間嘅變化，定係一連串嘅動作呢？抑或係曠日持久嘅事件，定係更漫長嘅歷史進程呢？通過呢一啲素材，詩人力圖喺我哋心目中喚起乜嘢嘅時空感呢？係對季節變化嘅情動，定係對政權朝代更迭嘅傷悲，定係對宇宙永恆實相嘅體悟呢？最偉大嘅絕句詩人，無論係寫乜嘢題材，總能用最為獨特、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嘅方式，去編織時間同空間嘅經驗，從而取得最能喚起美感嘅時空張力。喺接住落嚟嘅15集，我哋將從時空書寫嘅角度出發，按照唔同嘅題材分類，同大家一齊領略唐代絕句嘅審美藝術。喺選擇詩篇嘅時候，我哋當然會盡可能選擇膾炙人口嘅著名詩歌，方便大家理解。另一方面，我哋亦會選擇世人較少關注，但係喺時空書寫上有獨特創新嘅絕句，同大家一齊分享。等呢一啲蒙塵嘅明珠，再度閃耀出佢應有嘅藝術光輝。今日仲有一啲時間，我哋就開始讀五言山水詩啦。五言山水詩嘅精品可以細分成2大類，一類係以描述景物空間為勝嘅，另一類係以描寫時間流之中人物活動為勝嘅。呢2類喺時空關係嘅塑造入面各有特色。以景物嘅空間描寫為勝嘅絕句，主要集中喺對於視聽之域嘅描寫，通常以視覺描寫為主，包括平視、俯視等視覺同遠近嘅變化，大多還附以聽覺等感官描寫。盛唐早期嘅詩人唱珠、王之渙，佢哋所寫嘅同名詩《登鸛雀樓》就係明顯嘅例子。等我哋先讀唱珠嘅《登鸛雀樓》。登鸛雀樓，唱珠。迥臨飛鳥上，高出細塵間。天際為平野，河流入斷山。鸛雀樓位於山西永濟市蒲縣，建於北周，
喺元朝初年毀之於戰火，後嚟現代人又翻修重建。唱珠呢一首詩其實寫得唔錯，但就係冇乜嘢名氣，依家比較少人知曉。我諗一個重要嘅原因係時人黃之渙嘅登鸛雀樓名聲太顯赫，根本上就冇唱詩揚名嘅機會。唱詩第一句圍繞住鸛雀樓之高展開描寫，景臨飛鳥上，富有想象力。呢個樓有幾高呢？高到喺飛鳥之上。第二句高出細塵間，同第一句一樣，有啲重複，亦係用誇張嘅手法描寫此樓嘅高，但細塵間十分抽象，唔係具體嘅景物。下面嘅一聯亦頗有氣派，充滿動感。天勢為平野，講平野同天空嘅互動，天空將平野包圍起嚟。咁樣呢一首詩同黃之渙嘅登鸛雀樓相比，輸喺邊度呢？我認為就輸喺讀者嘅代入感，問題就出喺誇張手法帶嚟嘅副作用。我認為誇張手法極容易將讀者嘅注意力引轉至詩人華美嘅文詞，而通過誇飾嘅文詞、觀物、感物，終究隔咗一層。正正係咁，以誇張見長嘅漢大賦寫物，只係喺我哋眼前羅列物象，而唔能夠將我哋帶入觀物、感物嘅活動之中。但係為乜嘢李白極其誇張之能事嘅名句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。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照如青絲暮成雪」，卻能讓我哋直接進入李白觀物、感物嘅心境呢？原因係君不見呢度起咗關鍵嘅作用，其中呢一個第二人稱嘅呼喚，掃盡咗誇張文詞固有嘅代入感，等聽者、讀者與李白一齊觀物、想象、抒情。黃之渙嘅登鸛雀樓嘅寫法迥然不同，用詞樸實淺近，冇半點誇飾，而產生嘅效果又係點樣呢？登鸛雀樓，黃之渙。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呢一首詩採用咗定點描寫法，詩人企嘅地方固定，但使用嘅係全方位嘅動態視覺，不斷變化延伸。由於當時鸛雀樓係用作軍事瞭望之用，所以起得極高，大概有70多米高。因此，詩人登臨此樓，首先用咗俯瞰嘅視覺。白日依山盡，詩人眺望遠方，太陽喺群山處落下，其中嘅盡字唔係靜態，而係具有動感，係詩人睇住太陽慢慢落下，消失喺群山之後嘅過程。太陽向西邊落下，而黃河入海流，黃河則係向東邊流入海中。詩人嘅視覺由西面向東無限延伸，落日向西，河水向東，就咁樣兩邊都已經到咗視線嘅盡頭。跟住詩人要點樣再寫落去呢？實寫已經寫到咗畫面嘅盡頭，那麼詩人就改用虛寫，繼續擴大場景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餘下嘅景物，佢冇打算繼續寫落去，但係話俾讀者知，要想睇到更宏偉壯觀嘅景象，就必須再上一層樓。咁樣就俾咗讀者無限想象嘅空間。清代沈德潛喺《唐詩別裁》講：四語皆對，獨去不嫌其排，屈高故也。正正點出咗呢首詩嘅精妙之處。呢首詩點解可以做到全詩對偶，但又唔會沉悶呢？我哋先睇前兩句，呢兩句景物對比十分明顯，色彩極其鮮豔豐富。落日嘅紅色同山嘅綠色，河嘅黃色與海嘅藍色，讓整個畫面非常之生動。再睇後兩句，呢一聯嘅對偶比較難識破，
因為從詩意上嚟睇，呢兩句並非寫景嘅對偶，而係一個流水對，因此讀者一般唔會發覺呢一句對象。我哋從句法嚟睇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呢一句係一個有條件嘅設問句，虛詞欲窮，更上係極為難得、不露痕跡嘅對偶。因此，呢一首詩讀起嚟極為流暢同愉悅，完全置身喺灌雀樓嘅風光之中，渾然忘記咗佢係一首詩。讀者親身走入灌雀樓，身臨其境咁享受視覺嘅衝擊，仲喺有意無意之間感悟出一個人生哲理：企得越高，睇得越遠。呢個人人皆知嘅常理，經由詩人嘅一番加工，就變得耐人尋味咗起嚟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所展發嘅思考唔似宋詩咁有明顯嘅說理目的，非要說服別人不可。詩人嘅哲思似乎只係穩植喺觀景之中，係自然而然地抒發出嚟嘅。讀完咗呢一首詩，我哋先至會猛然回頭，發現呢首貌似簡單嘅絕句嘅藝術表達係幾咁高超。下一集我哋再讀另外3首五言山水詩，探究孟浩然、祖詠、柳宗元呢3位詩人喺時空營造嘅高超手法。依家等我哋欣賞一下本集選詩嘅吟誦啦。登鸛雀樓，長住迥林飛鳥雙，高出世塵間，天際為平野，河流入斷山。登鸛雀樓，王之渙。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